近來社會咧就發生咗好多唔係太過開心嘅新聞。當我介紹電影俾你哋嘅時候咧，都想盡量介紹啲笑片啊、開心啲嘅電影俾你哋睇嘅。呢套電影好早已經想介紹俾你哋噶啦，但係太過舊就怕你哋唔係好認識裡面嘅演員。但係當播咗嗰套《破地獄》之後咧，咁我估計喺香港都好少人唔識呢個許冠文大師啦吧。我要介紹呢套電影咧，可能係許冠文最好笑、最好睇嘅電影之一，我就覺得呢套係最好笑啦。呢套電影就叫做《摩登保鏢》，裏面嘅主要演員呢，就係許氏三兄弟啦，許冠文啊、許冠英啊同許冠傑嘅。咁仲有我好欣賞嘅冷面笑匠馮淬帆添。咁啊當然啦，許冠文亦都係冷面笑匠嘅代表人物啦。馮淬帆嗰陣呢，就係冇咁搞笑嘅，佢係接咗黃晶啲電影之後呢，先開始喺呢個笑片界嘅發光發亮嘅。咁當然佢嗰陣嘅演技亦都係一流啦，同埋可能我見到個樣咧就會有啲唔習慣，因為佢嗰陣咧就比較後生，冇佢嘅標誌性嘅鬍鬚嘅。呢套電影點解會咁好睇咁成功呢？因為咧佢係笑片之中嘅最高境界係乜嘢？係唔需要有語言或者懂得嗰種語言都可以睇得電影裏面嘅笑位嘅同笑話嘅。當一套片做到可以冇呢個語言界限可以阻止到佢嘅，咁呢套片就係極品啦。咩意思呢？就係裏面嘅語言表演實在太過精彩太過好啦，所以就算唔識得嗰種語言都可以睇得明嗰套電影講乜嘢嘅。如果你哋再睇翻呢套片，都可能又覺得有啲諷刺嘅。估唔到呢套片係1981年啊，哇，成40幾年前啦。嗰陣嗰啲大廈嗰啲火警咧都好先進好進步嘅。可惜而家香港，冇講啦。呢套電影嘅喺嗰陣時候嘅票房係好厲害嘅，係嗰個時候嘅票房冠軍。嗰陣嘅票房有1800萬港紙嘅。今年暫時嚟講，好似最高嘅香港電影票房都只係得1300幾萬啫。許冠文亦都憑呢套電影呢，係攞到香港金像獎第一屆最佳男主角獎添。直入主錯啦，先講講呢套電影嘅內容啦，好簡解嘅，因為最主要咧都係睇入邊嘅笑位啦，同埋嗰陣嘅時代嘅小市民係點樣生活啦。咁呢套電影咧就講係一間保安公司裏面嘅事嚟嘅，咁佢哋就係負責一座大廈嘅，或者唔同嘅保安工作啦。咁咧就有個新人就由呢個許冠英飾演嘅。佢本來想做警察嘅，但係佢又色盲啦，又唔夠高啦，又哮喘啦，係打咁教，所以就入唔到做警察嘅。咁當佢被呢間保安公司挪用咗之後呢，咁就負責做佢哋嘅阿頭嘅許冠文呢，就教佢哋點樣處理啲唔同嘅事宜啦、唔同嘅情況啦，譬如火警啦，應該要點樣面對啦；遇到賊啊，應該要點樣面對啦，即等等突發情況嘅，同埋佢哋應該要做啲咩工作。喺呢度個過程呢，就會有好多笑位啦，咁就唔會一一描述，就請你哋有興趣嘅觀眾就去睇啦。呢度嘅高潮嘅位置呢，就係當有班賊決定要打劫佢哋做保安嗰座大廈嘅其中一層，因為呢嗰層呢就有啲博物館嘅展品喺嗰度展覽，特別係好名貴嘅金縷玉衣。咁劇情嘅發展會點呢？呢班保安能否可以保護到呢批寶物呢？冇俾啲賊人偷到啊，同埋做好佢哋嘅工作呢？咁你哋就好好欣賞呢套電影啦。呢套電影 YouTube 有得睇嘅，但係要俾錢。咁麻煩你哋可能要上啲其他嘅串流網站嗰度睇睇有冇啦，應該有嘅。好，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多謝各位觀眾嘅收聽同收看，記得臨走4部曲啊，係咁先，拜拜咯。記得 like、subscribe and share， 因為咁樣呢，就對我哋呢啲咁嘅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多謝晒。